高水的，来啦，短短的啦。欢迎收看《台语今天灯》，大家好，我是滚一边。我是文孙。道路边、灯笼边、打桶边。我来讲，1月份的时阵啊，所有小编啊，大家拢是咧过年的时阵先录一寡物件起来，所以啊，1月这3个礼拜，大家小编做伙来做这游戏。因为平常时啊，大家你看困眠拢无好啦，辛苦啦，运动发黑愈啦。食愈大箍啦。上来一段。所以趁着这个1礼拜一天，台语今天的时间，我甲所有小编拢请啦。6礼拜换无同的小编来跟大家做伙耍游戏，甲迄种心情放好轻松，好好会当对伊做头路安尼。所以咱今仔日第一个游戏要耍的就是台语 Tempo。再来，咱就要先来加刀石头纸，4个人先来摇棍，上赢迄个人会当选上粗的一支。有些人要拣这支咧，因为这支啊，伫你发现讲吼，你啊有人讲唔对的时阵，你就通为伊的身躯甲猫落去。你骗我一个。是讲，我感觉你讲的是唔对，来就互其他3个人就去评论，伊讲的敢是对唔对。大个人啊感觉唔对，迄个人伊就爱受处罚。处罚就是弹迄个头壳去啊。另外，若当做你甲讲，你唔对，你唔对，你唔对，兼过其他人感觉，伊是对的。安尼提出无共看法的这个人，伊就好爱互。3个人弹额头。甲讲我死哦。所以咱即摆先加刀石头纸来算吼。加多石头纸，加多石头纸。耶！在死啊你吼！凊彩客，凊彩客，免客气吼。咱即摆要开始，就为我遮开始。台语 Tempo Ready Go。高水的，哇！你就要哪就来额头啊！每个人一下吗？你看怪，这题讲就难，你讲浑酸就对啦。都没出处。搁一遍。快点，我想一下题目嘛，好讲一下上的句子。 2 seconds later. 我知影。台语 Tempo Ready Go。小小的，圆啊，圆的，翠红，彩色的，彩虹。哪色的？那。你家迄个彩虹跟那个唔对哦。连讲互你对，你会当讲是轻，就是彩虹嘛，对吧？好对哈。感谢2点。开额头。意思。好，来，你开始，为我开始，你开始。台语 Tempo Ready Go。草的。赛，长长的，我是不是没？就你啦。但是你这拍那里在奇怪。哎呀，你 Tempo 就奇怪了。对啦，就你啊。好，安尼，即摆我爱红弹额头，好啦。平常时应该无遮歹吧？安尼好。哦，我知。好，即摆我开始。嘿，为你开始来。好，台语 Tempo Ready Go。无电的，手机啊，蓝色的，海水。有电的。电视。拉惨。真的真无简单。搁一摆搁开始吼，啊嘛是为你开始。好。台语 Tempo Ready Go。彩色的，民进党。白色的。我伤呢。对啊，跟有列明星嘛。哦。你看快，哎呦，愈来愈大嘞。得啦。台语 Tempo Ready Go。大声的，电视。黑的。目睭，白色的，头毛。光光的。天光。白色的。你袂当。等一下会头毛。台语 Tempo Ready Go。天顶的，阿嬷。
完美的内裤，白白，哇塞，红红的，水红，健康的，好厉啊！娃娃，哦，够疼的啦！我还到最后敢会变空啊！哎呦啊，讲到疼，你手疼哦。台语 tempo ready go，咸咸的，盐，酸酸的，雷梦，酸酸的，酸酸的，酸酸的。哦，受不了啊！眼底怕麻将要看难。好啦，可以开始哦，开始哦，好啦，来。台语 tempo ready go，可可的，咖啡，甜甜的，糖啊，黄的，水红，蓝色的，海水，白色的，内衫，红色的，红包，蓝色的，海水，第一个拿小伊你听伊。啊，这个哦，伊就讲过拿小。这是我唔对哦。哎，是你，是你，是你其实。我完全无发现呢。来啦，短短的啊！啊！刚才声你有收到无？嘿，有一边你要去病无？你才用红去。咱就买个叫有吃，容易容易的。咱今仔日台语 tempo 就算甲食，我想要先问大家讲吼，你算台语 tempo 算甲食，你有啥物感觉？我感觉就难。合理。好，然后我就讲，哎，算看卖，这当这节练习，我感觉就是。啊，你的感觉是啥？就是你算这个游戏的时阵，嘛是袂晓讲啊，因为我要先想我要讲啥。意思是讲现场的反应真重要。一开始拢会想要甲华语这项物件换做台语，但毋过其实啊，你爱用台语的想法来去做这件代志，啊，你的感觉咧？虽然平常是有咧主持节目，毋过其实你真正要想出一个形容词，或者是要想出一个物件，其实真正想袂出来呢。加2秒钟尔。这当训练你的头壳啦。其实观众朋友看咱安尼乱安尼算几轮啊，咱4个人咧算的时阵，其实是足好算的。平常时啊来当牵规个伙仔人，牵朋友做伙来佚佗。啊，后礼拜开始嘛是有共款无共的游戏。你敢搁敢来哈？来啊来啊，你讲倒来。后礼拜啊，可能是 Tell Me 我的小编群来牵咱做伙佚佗。后礼拜继续收看《台语一年的》。